呢個老婆玩住2年先玩落去，覺得幾過癮。2年之後又可以續約啊嘛。我失婚啊嘛，唔係心理變態啊。現年76歲資深男星黎彼得，早年曾經幫歌神許冠傑創作多首經典金曲，被譽為殿堂級填詞人。除此之外，佢喺 TVB 處境劇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飾演炮叔，搞笑嘅形象同樣獲得唔少好評。不過自從2021年通波仔手術之後，黎彼得一直都不獲 TVB 安排重返劇組開工，更因為咁樣多次公開向 TVB 喊話，最終雙方鬧得不歡而散。當時黎彼得形容自己嘅經濟狀況手停口停，年過70嘅佢唔單止身體欠佳，需要長期服藥，更加要供養30幾歲嘅獨生仔喺內地讀醫。無奈之下，佢最終決定開設個人頻道節目，而言論一向出位嘅佢，更加曾經公開徵婚，希望可以揾個伴侶照顧自己之餘，日後更加可以幫手處理身後事。唔少人都指責佢痴心妄想，而相隔幾個月，黎彼得再喺節目中講到婚姻觀嘅時候，又再語出驚人。佢重提當年同前妻嘅離婚之痛，又自嘲離婚40年已經心理變態，竟然提出可以同未來另一半實行合約婚姻。黎彼得認為呢種方式夠彈性，可以減少怨偶嘅出現。佢話男女雙方可以自行訂立年期，期滿再決定係咪續約，雙方都有權隨時更換伴侶。更加語出驚人咁表示，呢個老婆我玩住2年先，惹嚟大批網民炮轟佢為老不尊，嚴重影響年青人嘅婚戀觀念，傳播負能量。